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日前来确诊。郭市长讲，伊第一时间为着要确认这个快胎是毋是有准，特别阁用郭台铭就医的家用版的喙瘾快胎机来检测。立委高嘉瑜昨嘛来确诊，伊嘛有用这种喙瘾的快胎机，结果测出来的病毒的数值，也就是 CT 值是20。 甲伊进前去做 PCR 的数值18差不多。高嘉瑜讲，这种家用版的喙瘾的快胎机，真正是真适合民众伫厝内底家己来使用。立委高嘉瑜23号确诊了，伫面册铺文实测最近真正的过档的喙瘾机，嘛就是家用版喙瘾快胎机。 结果出来 PCR 阳性 CT 值20，伊阁讲这含等24点钟得到 PCR CT 值18差不多，嘛表示讲有咧进步，病毒量有减少。高嘉瑜讲这真正真适合伫厝内做自我检测。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喉咙怪怪的。 同款确诊的台北市长郭文泰戏影片讲家己确诊的过程，嘛讲到为着确定快胎敢有准，佮用喙瘾机来做检测。想到这个郭台铭董事长，借我们一台那个口水机，顺便就拿出来做一做了。这个竟然也是阳性啊！因为通过口水的每天检测，发现到你自己有哪一些可能潜在性的问题。 这台家用版喙瘾快胎机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投资开发，已经伫5月20得到食药署经济授权核准。未来 PCR 检测唔是一定爱肚片啊，民众会当有更较侪选择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